有86栋历史的新竹市古迹少年刑务所练武场修复完成。练武场过去是司法官员训练武艺甲体能的场馆，而且因为边仔刑务所甲宿舍拢连做伙，是目前全台湾保存上界完整的日本时代监狱系统。新建日本剑道服装，重现日本时代演武场的训练场面。有86栋历史的新竹演武场，二次大战后改做监狱员工的宿舍，落尾因为建筑老旧，无法度使用，经过修复，民众嘛真欢喜，看到这重新对外开放。对维护这个新竹的古迹是很有意义的。日据时代、日治时代，还有现在光复以后，这个历史可以串联起来。过去演武场捌经历过火烧。有一名厝结果严重碳化，这届开幕展览嘛展出互火烧过的茶库，提起大家古迹保存维护的重要性。在走动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时候，能对身边的一些历史跟城市的一个历变有一些更深刻的了解。古迹里面这古式的传统的道场这种气氛，的确是感觉它比较庄严肃穆，在我们也是让我们在练剑的时候，我们心境能够比较平静下来。演武场特别留一部分地板，使用玻璃，让民众会使看到大地涂骹的红仔。这是为着训练的时阵，用啥会较大声的设计，嘛看得出当初设计者的用心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